新竹湖口发生火烧厝，造成一个消防人员殉职，不幸过往。即马是搁再引起消防人员职业安全的讨论。嘛，因为这10年来已经有44个消防人员过往，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就批评政府对消防改革无要无紧。即马搁有人员过往，因是要求政府要提出具体方式来回应基层消防员的诉求。殉职的消防员尤尚华因老爸为高雄上北国庆甲病院，面对时大丧逝世心痛，伊是好甲死难随。遐若尤尚华因小弟伫台北市消防局服务，嘛紧赶来，毋敢相信因阿兄已经殉职，包括新竹县长杨文科、消防署长萧焕章等人，嘛拢赶去病院慰问。希望能够往南部回到高雄地区服务。那这些的家属的期待，我会带回去来跟我们高雄地区这边来沟通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尽快能够帮忙家属。殉职的消防员尤尚华是警大81期毕业，今年29岁，捌伫新北市消防局服务。去新竹关了后，做第1大队分队长。去年9月做新工分队长，煞因公殉职。真侪同仁甲好朋友拢去伊的人面找留话。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甲立委批评讲，因对消防员职安等等改革的愿望，一届过一届，政府是拢结外挂，一届佫发生悲剧，政府佫较应该具体来回应基层的诉求。不要只是做半套，执政党是认为治安的部分放进消防法就可以了，但是呢，这不是基层想要的。基层想要的是全面适用治安法，或者是你至少让我在公务人员的保障法里面有治安的相关条文。政府应该要重视每一次的发生，更应该要尽速来推动改革，作为他们最强力的靠山，为他们的生命安全来做保障。这3年来，中华交友大楼的火灾造成一个消防员殉职。今年屏东明阳工厂的大火，损失4个消防人员。加上这届事件，这10年来已经有44个消防人员不幸殉职。即马佫发生消防员伫执勤的过程当中发生事故，互拍火兄弟的工作安全甲权益，佫一届受到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